交通部今日开记者会，讲2023年重要工作，包括代替公司化甲道路安全。代替公司化的部分，按算1个月会完成主法讨论，3月开始编预算。道路安全部分，这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，这几年以来上届无满意，就是这个道路安全部分。 交通部17回顾2022年的重要工作，包括立丰二长桥中间、南海公路开通等等。那讲到2023年，王国才表示，代替的行车安全甲营运效能是重点，会继续推动安全改革。也讲到代替公司化是未来的重点工作。那最重要是113年1月成立台铁公司。昨天我也主持了这个执法的一些细节的讨论哈，初步。 我们就是以这个月把所有的执法跟工会协商完毕为目标哈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包括实质的组织的调整，大概今年3月哈开始就要编明年公司化的预算了。但是讲到道路安全的部分，王国才坦白是这几年以来上无满意的所在。根据道安会统计，2022年1月到10月有30万外件交通事故，平2021年同期只有28万外件，数量是增加15000件以上。 在109年，我们跟教育部编了5阶段的教材，1年所完成以后，纳到他们的这个课程或课纲的科技执法，包括我们区间测速照相。我们的想法是短期的一个教育，透过这样交通工程还有这个各方面也要去进行。今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。 达成这个比110年下降5%的一个目标。道安统计当中，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上悬的是高龄族群甲乌多摆族群。我国在捌伫道安报告当中讲到，乌多摆事故当中有部分是其他的车种对因造成危险。不过针对这些车种，敢有相关的防治措施？我国在跟他讲，会继续推动机车安全工作，打造安全环境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